今仔虽然是风台天阳，也毋过早起行政院门口有劳工团体在抗议，因不满讲目前的劳保年金给付的金额上过低落，对劳工的退休生活根本无保障，所以呼吁总统的参选人都要提出劳保年金改革的政见。总统候选人应表态。劳工团体伫行政院门口大声咧喊口号，因表示物价直直起，薪水煞无咧起，即马就连退休生活也着爱烦恼，因为根据劳保局的统计，目前全国159万领劳保年金的退休劳工当中，有61%一个月领无2万，佮较有超过1成的人一个月领无1万。我们还是希望政府能去思考基础年金的建制，除了把我们的薪资的劳工退休金从6%提高到15%之外，劳保的部分再增加一个基础年金，让所有的劳工退休以后都有基本的保障。伫这个月初，中华电信工会特别因为不满劳体薪资86%上低的问题，招真侪工会团体做伙去开道抗议。中华电信工会也出面声援公斗团体的诉求。你的退休金领不到23513块，你的退休生活品质是会很差的。因为我们劳工实际上退休生活是辛苦的，所以他必须去兼差，必须去做很多不是退休生活，而是继续打工的生活。劳工团体甲工会团体希望行政院会当赶紧推动劳保年金的改革，也建议政府要设立基础年金，提悬劳工退休的保障，也呼吁未来的总统参选人要提出劳保年金改革的相关政见，听劳工的心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